明明上半年全港強積金人均賺咗成萬幾兩萬，點解美股科技股一有風吹草動大跌，拖累全球？你個強積金賬戶外表風光，其實正在一個月內默默蒸發幾千甚至上萬港元。你記唔記得今年上半年收到強積金季度結單嗰陣，個心係幾咁安心？積金評級嘅數據，2026上半年強積金整體回報率達到 5.67%， 係制度自2000年成立以嚟第6最佳嘅上半年表現。上半年投資總收益達到888億港元，相當於每名打工仔平均獲利18,500元，計埋供款之後強積金總資產喺6月底達到大約16,700億港元，每名成員平均賬戶結餘係347500元。仲要講多句，5月嗰陣人均賬戶結餘曾經歷史性突破35萬港元大關，去到351423元5月，單月投資回報係正 2.9%， 強積金系統錄得2026年內第4個正回報，月份年初至今回報達到 7.22%， 係自2017年以嚟最佳嘅年初至今表現。你望住個銀碼，以為自己安安穩穩咁儲咗幾十年，終於有啲睇頭。你以為自己冇亂炒股，冇掂槓桿，乖乖地供強積金，就算唔係大富大貴，起碼退休有條後路。但係你唔知道嘅係，呢個表面繁榮嘅背後，有一把無形嘅刀，正喺度慢慢割緊你嘅退休老底。講到呢度，如果你都想同我一齊用最透徹嘅視覺睇清全球大洗牌，下香港人嘅財富底牌，唔想做最後一個知真相嘅人，記得即刻訂閱我哋頻道講經透視，順手撳埋個鐘仔，一齊揾出保護你資產嘅方法先講。呢幾個月發生咗咩事？2026年7月初，強積金本來表現都仲係唔錯嘅，積金評級嘅數據顯示，7月份強積金整體回報上升咗大約 0.54%， 單月錄得大約90億元，投資收益相當於每名成員平均獲利1875元年初，至今投資收益達到977億元，係歷來第2高嘅首7個月表現。瓜銀嘅數據都顯示，7月份瓜銀強積金綜合指數升 0.5% 至 304.3 點，人均賺1887元，年初至今人均賺20,402元。但係呢種好日子喺7月底突然間就變咗天。7月23日，全球金融市場經歷咗一場黑色星期四，歐美股市全線重挫，納斯達克指數大跌超過 2%， 收報25,137點，道瓊斯指數跌 0.97%， 標準普爾500指數跌 1.21%。最大鑊嘅係科技股，所謂嘅美股7巨頭，即係蘋果、微軟、Alphabet、亞馬遜、英偉達、Meta、特斯拉，呢7間全球最大嘅科技公司，遭遇咗自2025年4月以嚟最慘烈嘅單日表現。追蹤7巨頭表現嘅指數，單日下跌咗 4.8%。7間公司合共蒸發咗大約7970億美金，市值換算做港紙係超過6萬億港元，6萬億，即係香港強積金總資產嘅 3.5 倍。有多一日之內冇咗跌得最金嘅係邊間？特斯拉跌超過 14%， Google A 類股跌超過 7%，C 類股跌近 7%， 兩者加埋市值蒸發咗大約5000億美金。亞馬遜跌超過 4%， Meta 跌超過 3%， 微軟跌超過 2%， 英偉達同蘋果都跌超過 1%。點解會跌得咁急？導火線嚟自谷歌嘅第二季度業績，谷歌嘅盈利雖然超出預期，
但公司宣布進一步提高資本開支，仲出現咗有史以嚟第一次自由現金流轉為負數。谷歌管理層仲喺電話會議入面話，預計全年資本開支會喺1950億至2050億美金之間，比之前嘅指引1800億至1900億高咗一截。呢個信息令投資者開始質疑人工智能呢鋪大賭局究竟幾時先能夠回本。彭博嘅宏觀策略師直頭話，谷歌呢一輪資本開支上調已經令投資者人心惶惶。更加令人擔心嘅係，呢個只係開始，其他科技巨頭喺跟住落嚟嘅一個星期陸續公布業績市場，驚嘅係佢哋會面對類似嘅投資者負面反應，再加上中東衝突升級，推高油價，通脹憂慮重現，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 4.7 厘，創2025年1月以嚟新高，成個投資氣氛由追逐風險一下子變成逃離風險。呢場風暴同我哋香港打工仔有咩關係？關係大到你唔信，因為香港嘅強積金有大量資金係配置喺美股基金同環球股票基金入面。強積金顧問公司公布嘅數據顯示，2026年第二季美國股票基金吸引咗強積金超過78%嘅淨流入，即係話每5蚊新錢擺入強積金，就有4蚊去咗美股基金。打工仔眼見美股過去幾年一直升，以為追住科技浪潮就一定冇死，結果就係將自己嘅退休老底全部壓住喺一個極度高估值、極度集中嘅市場入面。結果呢，7月23日嗰一跌，美股基金即刻中招。公布嘅數據顯示，截至7月17日，美國股票基金喺7月份已經跌咗 0.8%， 而7月23號嗰一棍再砸落嚟，美股基金全月埋單跌咗 0.36%。聽落好似唔係好多，但你睇下同一個月其他基金做緊咩？香港股票追蹤指數基金單月升咗 13.3%， 一個升13%，一個跌 0.3%， 呢個差距就係資產配置不當嘅代價。而亞洲股票基金仲金，因為韓國股市爆咗斬倉潮，加上人工智能交易降溫，亞洲股票基金7月大跌 5%。19年初至今，本來係表現最好嘅資產類別，一個月就跌到得返 21.3%。如果你以為呢次只係7月份嘅一次性事件，咁你就大錯特錯。其實今年唔止一次出現呢種情況，3月嗰次仲更加恐怖。2026年3月，因為中東戰事同埋美國關稅政策突變嘅雙重夾擊，環球股市出現咗一場完美風暴。3月5日，美股上演咗黑色星期五，科技股遭遇大面積調整，費城半導體指數單日崩跌超過 10%， 創下6年嚟最慘烈嘅單日跌幅。芯片股普遍遭到血洗，輝達重挫超過 6%， 超微同微光雙雙暴跌超過 10%， 博通下挫近 8%， 邁威爾科技更加暴跌近 17%。嗰一次強積金首季人均蝕超過6500元，單係3月一個月人均就蝕咗超過2萬元，一次過抵消晒頭2個月嘅累計回報。你辛辛苦苦供足成年，可能都只係供咗萬幾2萬蚊，一個月就冇晒。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我個強積金賬戶到底唔見咗幾多？我哋嚟同你計一筆數。假設你嘅強積金賬戶結餘係35萬港元，即係今年5月歷史性突破嗰個水平。如果你嘅資金有相當比例配置喺美股基金或者環球股票基金入面，而呢啲基金喺7月錄得大約 0.36% 至 0.8% 嘅跌幅，你個賬戶
喺短短一個月內就蒸發咗大約1260至2800港元。聽落好似唔係好多，但你要知道呢個只係一個月嘅事，而且呢個只係平均數。實際上有啲重倉科技股嘅基金跌幅遠遠大過呢個數。7月23號嗰日7巨頭指數單日跌咗 4.8%。如果你嘅強積金基金揸住呢啲股票，你個賬戶喺一個交易日之內就可能唔見咗接近 5%。35萬嘅 5%係17,500港元，一日17,500，仲未計3月嗰次。如果你嘅基金重倉咗半導體股，3月嗰次費城半導體指數單日跌超過 10%， 你個賬戶嘅損失會更加慘重。假設你35萬嘅賬戶有20%配置喺半導體相關基金，單係嗰一日你就可能唔見咗7000港元，加埋其他科技股嘅跌幅，一個月內蒸發過10000港元，絕對唔係誇張。更加令人無奈嘅係被平均嘅代價，積金評級同公唔公佈嘅人均回報，係將成個強積金系統嘅總收益除以上百萬成員計出嚟嘅平均數。但實際上你嘅回報取決於你選擇咗邊個基金，邊個資產類別。如果你不幸揀咗港股基金，上半年要蝕 7%， 但如果你揀咗亞洲股票基金，上半年可以賺接近 28%， 一個賺28%，一個蝕7%，天淵之別。仲要記住，主動型基金嘅管理費係會蠶食你嘅回報嘅。你以為自己賺咗，扣完管理費之後，實質落袋嘅可能比你想象中少一截。積金局嘅數據顯示，自強積金制度實施以嚟，股票基金同混合資產基金嘅平均年率化淨回報分別為 4.8 同 4.4， 呢個回報率跑贏通脹係冇問題。但如果你喺錯誤嘅時間追高，喺恐慌嘅時候沽貨，你嘅實質回報會遠遠低過呢個數。仲有一點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強積金嘅資金流向往往反映咗一個非常危險嘅追漲殺跌行為。2026年5月，強積金有高達43億3千萬港元淨流入股票基金，創近12個月新高。主要流入嘅就係美國股票基金同亞洲股票基金。打工仔見到亞洲股票基金上半年升到20幾個巴仙，就一窩蜂衝入去追，結果呢，7月亞洲股票基金單月跌咗超過 5%。呢種高位接貨、低位恐慌嘅行為，正正就係令你強積金回報跑輸大市嘅主要原因。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諗，既然美股同亞洲股票咁波動，咁我轉晒去保守基金得唔得？你又諗下，如果上半年你將所有錢擺喺保守基金，你就會錯過亞洲股票基金嗰28個巴仙嘅升幅。保守基金上半年嘅回報可能只得1-2個巴仙，連通脹都跑唔贏。你嘅強積金本來就係為咗對抗通脹而設嘅，如果回報連通脹都追唔上，你退休嗰陣嘅購買力就會不斷縮水。所以問題嘅關鍵唔係搏定係唔搏，而係點樣搏先至唔會死得太慘。喺呢度，我想問下大家，你哋個強積金賬戶最近有冇因為美股大跌而大幅蒸發？就是咁一個人，你哋又會唔會選擇將資金轉入收費更低、分散投資嘅懶人基金避風頭？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真實結餘同做法。咁喺呢種高波動、高風險嘅市場環境下，普通打工仔可以點樣自保？有冇啲咩制度入面嘅工具可以幫到我哋減低風險？答案係有嘅，就係俗稱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英文簡稱 DASIS。你可能會問咩係 DASIS？佢係積金局規定每個強積金計劃都必須提供嘅
一套現成投資方案由兩隻混合資產基金組成，核心累積基金同65歲後基金。核心累積基金大約60%，投資喺較高風險資產，主要係全球股票，其餘投資喺較低風險資產，主要係全球債券。65歲後基金就保守好多，大約20%，投資喺較高風險資產，其餘投資喺較低風險資產。佢嘅運作機制有幾聰明，隨住你年紀增長，投資風險會自動降低。當你年滿50歲之後，你喺核心累積基金入面嘅資產會開始逐步轉移至65歲後基金。換句話講，你越接近退休，你嘅投資組合就會自動變得越保守，唔使你親自動手。呢個就係自動降低風險機制。仲有 DSS 嘅收費有上限，開支比率封頂喺 0.85%， 相比起好多主動型基金收取 2% 甚至更高嘅管理費。DSS 幫你慳返嘅費用就係你實質回報嘅一部分。自2017年推出以嚟， DSS 嘅平均年率化淨回報為 6.9%， 跑贏同期 2.8% 嘅年率化通脹率。核心累積基金嘅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更加達到 7.3%。 最重要嘅係 DSS 係全球分散投資嘅，佢唔會單一押注喺美股，亦唔會單一押注喺港股，而係自動喺世界各地唔同嘅股債市場進行配置。呢種分散投資嘅策略喺美股大跌嗰陣就成為咗抵禦巨幅虧損嘅金融防彈衣。數據顯示，打工仔正在用腳投票。2026年，俗稱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已經吸納咗大約40%嘅強積金。淨流入單係今年第一季 DSS 已經吸引咗接近 35% 嘅淨流入。DIS 嘅核心累積基金同65歲後基金合計市場份額已經突破 11%， 正式超越債券及混合資產基金，躍升為強積金第二大基金類別，僅次於股票基金。呢個趨勢反映咗一個現實，越嚟越多嘅打工仔開始明白，與其自己亂咁揀基金追高殺低，不如交俾一套有紀律、低成本、全球分散嘅機制去處理。積金評級主席松川普講過，個別資產類別嘅表現凸顯咗分散投資嘅重要性。亞洲股票雖然係年初至今表現最佳嘅資產類別，卻喺7月錄得最差表現。相反，香港同中國股票喺7月反彈，收復咗2026年以嚟嘅全部失地。呢啲波動充分說明咗將所有雞蛋擺喺同一個籃入面係幾咁危險嘅一件事。但係就算你選擇咗 DIS， 都唔代表你可以完全唔理。DIS 旗下嘅65歲後基金唔同受託人嘅表現可以相差好遠。有報道指出，65歲後基金嘅5年年率化回報最大差距接近10倍。所以就算你選擇咗懶人基金，都要跟蹤望下你嗰間受託人嘅表現係咪合格。講完制度入面嘅工具，我哋再講下作為普通人可以點樣喺呢個大動盪時代重新建立自己嘅財富防火牆。第一，唔好用短線炒作嘅心態去管理你嘅強積金。好多打工仔見到股市升就追入股票基金，見到股市跌就恐慌性轉去保守基金。呢種追高殺低嘅行為，正正係令你回報跑輸大市嘅主要原因。強積金係一個超長線嘅投資，你嘅目標唔係打敗大市，而係確保退休嗰陣有一筆可以對抗通脹嘅儲備。積金評級嘅數據顯示，自強積金制度實施以嚟，股票基金同混合資產基金嘅平均年率化淨回報分別為 4.8 同 4.4。呢個回報率係經得起時間考驗嘅，前提係你要堅持紀律，唔好喺恐慌嘅時候做傻事。
但係堅持紀律並唔代表買完就算。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曾經講過，強積金嘅年度投資表現可以非常波動，各年嘅年率化回報介乎最低嘅負25.9%至最高嘅正30.1%，即係話如果你完全唔理你嘅強積金，你嘅回報可以好差，亦可以好好，但中間嘅波動可能會令你心臟病發。你唔需要日日睇住佢，但你至少每年要望一次，確保你嘅資產配置仍然符合你嘅年齡同風險承受能力。第二，真正實行多元配置，唔好因為見到美股過去幾年升得靚，就將所有資金倒入美股基金，亦唔好因為見到港股低迷就完全放棄港股。你應該根據自己嘅年齡、風險承受能力同退休目標，將資金適度分散喺唔同嘅資產類別同唔同嘅市場。如果你唔識得點樣揀 ，DS 就係一個唔錯嘅起點。佢嘅全球分散同自動降低風險機制，可以幫你減低單一市場波動嘅衝擊。第三，了解實物避險嘅真正價值強積金，只係你退休儲備嘅一部分，唔係全部。喺個人資產層面，你應該適度配置一啲同任何主權信用都無關嘅硬資產，例如實物黃金嘅價值唔會因為美聯儲加息而消失，唔會因為科技股泡沫爆破而蒸發。喺一個全球貨幣體系持續動盪嘅時代，黃金就係你個人財富嘅最後保險絲。第四，隨時保留充足嘅現金。當全球資金大踩踏優質資產被無辜超跌嗰陣，手握靈活現金嘅人先至有能力喺別人恐懼嘅時候貪婪。你唔知係一場金融風暴幾時嚟，但你應該確保自己喺風暴嚟嘅時候有足夠嘅彈藥去應對，而唔係被逼喺最低位斬倉。第五，善用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呢個係一個經常被忽略嘅工具。透過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你不單止可以為退休儲多啲錢，仲可以享用到稅務扣減。喺一個動盪嘅投資環境下，任何可以降低投資成本嘅方法都值得你認真考慮。2026年嘅強積金故事就係一個活生生嘅教訓。上半年賺咗18000，7月一個月可以蒸發幾千，3月一個月可以蝕2萬。你以為自己好穩陣，但如果你嘅資產配置太過集中、太過進取，一場突如其來嘅市場調整就可以將你幾年嘅供款一鋪清袋。而嗰啲選擇咗 DS， 選擇咗全球分散，選擇咗低成本被動投資嘅打工仔，就係咁一個人。佢哋嘅賬戶雖然都會跟隨市場波動，但跌幅會細好多，反彈嘅時候亦都會更加穩陣。呢個就係紀律同分散嘅力量。仲有一點值得留意嘅係強積金嘅表現，同全球資金流向息息相關。2026年第二季強積金有超過78%嘅淨流入去咗美國股票基金。呢個數字話俾我哋聽，打工仔嘅投資行為往往係跟住市場氣氛走嘅。見到美股升就追入去，見到美股跌就想走。但歷史數據顯示，呢種跟風嘅做法，長遠嚟講，通常都係輸多贏少。相反，de-risk嘅資金流入持續強勁，今年已經吸納咗大約40%嘅淨流入。呢個趨勢反映咗一個更深層嘅變化。打工仔開始意識到，與其自己亂咁估市，不如將投資決策交俾一套有系統、有紀律嘅機制。呢個可能係強積金制度成立以嚟最有意義嘅一個行為轉變。講到呢度，我想再問大家一次，你哋個強積金賬戶最近嘅表現點樣？你有冇因為3月同7月嘅2次大跌而損失慘重？你又會唔會考慮將部分資金轉入收費更低、風險更分散嘅
DS， 歡迎喺留言區繼續分享你哋嘅經驗同看法。聽完我呢番分析，相信大家對美股大跌如何拖累強積金，以及普通人如何建立抗震防線，有咗最清醒、最實事求是嘅認識。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數幫到你睇清前路，保護到你同家人嘅辛苦錢，請幫手俾個讚，同埋分享俾身邊關心財富安全嘅朋友。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埋訂閱。我哋一齊用最透徹嘅視角睇清全球經濟同你個人財富嘅底層邏輯。我哋下次再傾。